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 而家介紹呢個西沙灣呢個樓盤，你睇下呢個兒童玩樂設施應有盡有，同埋而家第一期、第二期已經收咗樓啦，可以即買即住。2A 期嚟緊呢就有得抽，如果有興趣嘅可以聯繫我。而家呢度已經有完善嘅交通網絡，去沙田市中心、荃灣站、尖沙咀東、烏溪沙站、大學站、九龍灣。呢度仲有尊貴嘅候車室，日曬雨淋都唔怕，同埋有各巴士嘅上車時間。高柏總共有2個商場，一個高柏，一個高柏2。呢個高柏2咧又有一田超市，又有 Circle K。仲有好多嘅食肆已經進駐咗噶啦，所以生活配套咧就非常之方便，大家唔使擔心。而家介紹呢個咧就係寵物公園，最適合養寵物嘅你。你喺前面所有嘅運動設施齊全，足球場、網球場、開波嘅高爾夫球場，環境一流嘅。嚟緊呢邊咧就係成個屋苑 1A 期、B 期已經入咗伙啦。今次係抽呢個2A 期，如果有興趣抽嘅，請聯絡我。拜拜。記得關注再走哦。